咱永涵的受难酒祈祷会时间已经到，每礼拜的大声啊，搁一摆提醒咱，甲你的行动电话关静音。咱开始受难酒的特别礼拜，请走入。应用之地的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伊无野也无善，伊的智慧无通测度。野善的，伊予伊能力；软正的，伊加添伊的气力。做伙来吟诗，圣诗482首。为主来做伊干净，请起立来吟全首。为主来做伊干净，主是最好朋友，愿主听从来保佑。因无成就，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永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应该欢喜出声，保佑救主大天堂，替咱放下性命。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该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咱着保守公义。若无真来干净，永永远远安心。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应更救主耶稣。为主来做伊干净，心意做伫世情。
来做伊干净应个救主耶稣。阿门。真济，咱做伙来祈祷。无所不能、圣洁的主上帝，正受阮的囝儿自集伫遮，阮是要回顾主耶稣一生救人赎罪的过程，互阮有份伫伊的十字架保护救恩，也要搁一摆对耶稣基督的死甲过活来告别阮的信仰。恳求主上帝用你的疼痛洗清阮的罪，除去阮的不义，互阮有清气的心，通好胆来就近恩典的宝座，领受怜悯，得到恩典，做阮及时的帮助。主啊，阮今日聚集伫遮，是要纪念主耶稣的受难。搁较要搁一摆来整理阮的信仰，陪伴阮家己，互阮搁较明白主的真道，互阮会晓用真实悔改的心，恳求圣神的启示甲引带，互阮伫百般的试炼中，要拢有大喜乐。阮的心中常常有主耶稣的死。互主耶稣的国活也会显明伫阮的心中，互阮凡事虽然会拄着患难，但无失去希望。阮有拄着困着，但是无受放杀。阮若互拍倒，阮无抵到死。主啊，阮伫遮纪念主的受难，互阮会伫至圣的信。家己起做，伫圣神来祈祷，伫上帝的听家己保守，盼望阮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到永远。主啊，阮伫遮纪念你的受难，是要搁一摆来提醒阮，阮着安怎陪伴阮家己，阮也得意要有份伫主你十字架救赎的功劳。主啊，阮伫遮纪念你的受难，搁较要求主纪念阮，求主纪念阮，搁较要求主纪念阮。哦，主啊，请你纪念阮，因为阮的名要记伫迄个生命册行永活的路。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受赐阮平安。恭读上帝的话，今日有2位的圣经，第一位记载伫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马太福音17章第1节到第8节，伫咱顺序单的后壁有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17章第1节，过6日，耶稣另外带彼得、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带因爬上关山，当因的面前形状变换，伊的面光映映，亲像日；伊的衫白，亲像光。
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对因显现，甲伊讲话。彼得应耶稣讲：主啊，咱伫遮真好，你若爱，我要伫遮搭3间寮仔，一间互你，一间互摩西，一间互以利亚。伊还伫讲话的时，忽然有光光的云答应，阁有声对云而出讲：这个是我疼的囝，我所欢喜的，恁着听伊。学生听见就拍落去，真知惊。耶稣进前望因讲：起来，无得惊。因举目无看见一人，只有耶稣拿定。第二位的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38节。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互人就要互恁，要用竹叶的斗入窑，互伊砸到盘出来，拼伫恁的衫皮，因为恁用什么牛来量，也要安尼倒量互恁。圣经读到这。上帝的幽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幽歌，就是拄起世间。就是拄起世间的罪，使阮平安。下面兄弟团契来学乐，耶稣原本是上帝。
讲道，咱要请兄弟团契的顾问陈立硕长老，伊要正道的题目活伫当下。兄弟平安。当牧师咧派互长老秀兰州爱讲道的时阵，我看到我的名，我讲，我袂啦，因为我旧年已经讲过一遍啦，今年佫是我，但是了佫想想，长老就即几个，你拒绝啥物做？就是即个心态吼，我哩要分享伫独行，我来到遮。可能10-20年啊，我是伫杨牧师上任迄马来，我原先是伫民族的教会，我做过牧师的干事，我拢讲我是地下牧师。像咱咧讲喏，因为阮的顶爱做干事爱写2篇的讲道篇，牧师会写伊的稿，牧师写的拢是台湾国语，但是我着爱设法甲翻做是国语。有当仔请外来牧师，安尼讲是歹势吼。有牧师，我实在听无伊咧讲啥，因为我咧录音，迄稿足歹写，因为伊的主题都直直写袂出来。但是我爱凑足那个讲道篇3000字，所以我头就甲篡改，所以有人讲我是地下牧师，就是因为我为着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爱甲改，当然我袂改啦吼。但是这中间就会看出，有诶是讲道足感动，有诶就是歹势写袂出来吼。所以最后我嘛是接受这个挑战吼，因为志荣长老足资深诶伊做会长，我做顾问实在是嘛足歹势，毋知要顾啥物问啦吼。所以我是原来尽心尽力，希望讲大家互相。来，伫主的内面来协助吼。我今仔会选这2个讲道的篇，就是头一个，我做主要校长，毋知几届啊吼。我伫咧想无讲，倒向到的200几个咧聚会，人才满拢是，但是咱找无校长。所以我最近直接发出一个邀请，就是讲征求下一任的校长。朱州长老做过，伊嘛知规个北调咧。当然咱是希望讲为着咱的民主幼苗来铺路，但是我感觉共一个事工，共款迄个人来继续做咧，我觉得不是很好的方式，应该互无共人来发挥伊的创意。当然目标是共款，为着传福音所以伫校长的工作就是，当幼稚班无老师，你就跳落去教；当国小部老师请假，你嘛跳落去教。我这篇就是迄天跳落去教的时，去读到一篇耶稣变相所以冥冥之中，毋知是嘛是注定了，牧师派来了，拄无人教就我跳咧，发觉即个值得咱来思考了我想即个故事的内容，我不需要赘言，伫咱经节的头一段写足清楚，几个人物，几个学生，最后伊的宗旨是咧讲，到底你是要独善其身，秘咧圣灵内底讲。主啊，我爱你，你嘛爱我，我就带遮享受这个救恩就好。还是你要行入来人间，行入来社区来做传福音。进前咱伫咧讲拢做礼拜是200几个坐咧遮，真好啊！迄个氛围真好，嘛足侪人，嘛有足侪新的朋友来到遮，但是足侪人也毋知影讲，遮有一间独行教会。我想咱对面的里长可能嘛。也无互咱感动的，因为咱咧推动这个老人事工，伊就毋爱甲咱关心过了其实人咧讲，里长伊若关怀这个长照，伊应该是真聪明的一个里长，因为长照真的是趋势，遐侪长辈伫遮，你若关心好，你的票一定是真稳的
所以我想要分享讲，校长就是咱讲经的，就是啥物代志欠人，就是跳落去。我想比着三界民主，咱拢知吼。啊，我毋知影咱伫咱的生活中，伫咱的职场里顶，你敢有勇敢来行民主？像我即摆咧做长照，我出去服务阿嬷，阿嬷几乎拢是佛教的吼。啊，伊就咧讲，啊，你哪会遮认真安尼，遮有疼心，安尼吼做功德，对因来讲是做功德。伊讲你即摆对我遮好吼，希望后摆我老的时候人对我好，这是我的希望啦。就像我举的第二个经节，吼，你安那对人，人嘛安尼对你，迄是互相的吼。希望是规个是一款景象。啊，我毋知咱细汉的时阵，小学生有即款体验无？咱祈祷都毋是爱食饭啊祈祷，啊有诶讲毋敢祈祷，因为祈祷起来鸡腿就无去啊。吼，伫咱上课的时阵，无一定敢勇敢来承认主。啊，但是来到职场的时候，我即摆去服务阿嬷，人讲啊，阮的上帝安怎吼会对你好？尤其进前东升遐毋是捐足侪米的，啊，我有甲牧师报备吼，摕去互迄低收入的阿嬷。阿嬷讲这个上帝嘛请我食饭晓。我讲对啊对啊，你要感谢阮的上帝哦。冥冥之中，我们就把我们的表现出来的爱心甲咱的行为，希望伊感受着，毋是讲一日干我遮歹命，活到90岁也不爱去，其实很辛苦。我咧服务的中间，90几岁那个生活是讲有品质啊，希望是讲咱那个互动当中付出我们真正的爱心，毋是为着什么目标甲利益吼。他会感受到，因为一般处理的人照顾长辈是足辛苦的代志，啊，到最后有的是希望讲伊早日做了结，但是就不从人愿。我做等会学吼。所以头咧讲到即个故事，耶稣伫山顶变相，阮的教材咧伊嘛有讲到一个人物，大概已经足熟悉，就是迄个德蕾莎修女。即个人嘛足熟悉吼，伊嘛咧分享讲，实际毋是讲干那圣经中咧变相啊，变相到底有人有体会到无？但咱实际的生活内面，德蕾莎修女，她原先是一个修道院的校长，伊嘛是关伫伊的象牙塔内底，就读圣经、祈祷、唱歌，日子真好过啊。但是有一天，伊走出这围墙，去外面传福音。发觉现实的生活当中，嘛有乞食呢，嘛有生活很困难的人，甲伊关伫象牙塔内底，完全无共款。啊，有一天伊的迄个修道院要去互拆，伊是讲我著即摆传福音这个地方很好，为什么要拆？迄个首长到尾最后跟他沟通完之后没有拆，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这德蕾莎修女，伊服务的人吼，有迄太高的啦，嘛有就擅长的破病，伊拢用伊家己真正的心落去甲服侍。长官看到讲哇，像安尼白白修女，愿意放下身段来服务这些人，所以最后那个长官也没有去拆那个修道院。最后德蕾莎修女是最后在外面成立一个临终的安宁之家，因为人生走到最后，他也愿意，他是有很尊严的这样走，最后是有荣光去见主面再来要分享的就是讲，到底你要留咧山顶独善其身，还是要行入人群其实这个故事有甲咱讲了三项物件。就是耶稣伊受死甲过活，其实这是上帝照着命定的一个计划伊嘛是为着这个来降生的。过来就是咱着爱着定甲上帝来亲近，建立甲伊亲密的关系。就那像其实你伫世界上伫社区付出，互人有感觉咱基督徒的香味，这就是等同你是跟
神住在山上是一样，只是一个是理论，好，一个是付诸实践，你有要甲结合在一起无？过来就是咱爱努力去传福音，互世人，就是爱行入去山下的经历吼。伫我来道行算起来，算袂清楚，我们的偌久啊吼，大概20几年嘛。我原先是在民族教会，从小在那边长大。来到这边，其实我刚来的时候，我都来听讲道而已。因为到住咧隔壁文武街遐，听讲到了，我就走去买菜，无人捌我吼。所以可能起码丢落是我这个人，那安尼扫入来，搁扫出去吼。了毋知去，可能是卢哥吧，甲我点名讲出来做助理校长，了就是投入进去了哈。这样一晃就好几十年哈。但是我伫遮久的感想吼，助理的老师真用心，真可爱吼，一阵差不多10几个，老师足侪，但是奇怪，学生谁也无爱来。逐工下早吼，我都拢就咧死咧顾囡仔，囡仔都无爱来，我毋知影，阮就嘛足尽心咧准备阮的教材这套无好，阮就开会过来换。毋知是即摆囡仔是爱什么物件啦？吼，可能咱啥无伊的重点，所以我嘛甲老师年轻化。所以最近启用的就是口对了因查某囝叫做黄宇佳，伊嘛真有心。阮都想讲，用伊较年轻化，甲囡仔较接近的距离来教看卖，但是即摆等到是幼稚班较侪人，国小部有当时老师拢比囡仔较侪啦。这是阮咧思考，阮有心，但是囡仔无来，安尼阮的学习职场到底是安那出了问题吼。过来，我要举一个例子，伊嘛有现场，罗宇执事哈，我甲伊共事也很久了，叫我对伊了解，进前人什么学习，伊的习惯拢会好，休息比较晚一点，但是注重拜礼的健康促进开始，他真的尾声哦，伊拢变到头一个到。因为9点来开门啊，志工2许也在，这是活的一个尾声的一个例子哈。这问你敢做会到？无一定哈。像昨毋是拜礼嘛哈，指导长对我讲，你来遮拼，要趁啊济要创啥？我讲无，我9点就伫遮建厝，就舞我昨是较7点外下班赶过来，无食饭。所以敢真正是为着要赚钱啊！我咧上班的过程，我会甲按家安尼来互动。伊讲安尼才欠钱吼，我讲无啦，是谣言戏，但是就是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心啊。我不需要去跟人，我阿嬷有诶安尼真正识字之后很难掌握，现在你要去学习。老人无人学识，真正就可怜的。就像最后我刚刚说的，要活得有尊严。所以我毋是为着钱咧拼啦，我哪话讲我会甲你饲啦，没遐辛苦，就是一个心智啦，一个心智所以我头举例，罗宇执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那像礼拜2，可能咱参悟的主讲的兄弟姊妹无济。咱教会既然要做这个据点，就要更多的人站出来哈。我号称礼拜2的班长，但是差不多拢是罗伊兹咧做啦哈。我拄到一个困难，就是叫我咧上班，主管摆什么 case 互你就爱去。我拜礼尽量甲推掉，所以伫职场上，我的主管嘛想讲，这人怪怪哦。来到公司摆互你啥，你就要去做啥。我歹势，我拜日要留来教会做志工。我常常也有挣扎，因为有当时学习甲真正是足忝的。我做想要讲，罗伊斯歹势，拢教你啊，伊一定甲我骂。所以变做是教会若有这个事工咧做，就是像我头仔讲的，活生生的跟社区是接触的。因为来参加有诶参加足欢喜的，伊毋是咱的会友。但是伊来运动，伊讲无压力，尤其这嘛拢有来参加，足侪会外伊是足欢喜的。但是拄到要洗碗的时阵，就叫无人
所以我有一阵甲罗伊讲，我无爱做啊，因为我从讨厌洗碗，啊无人洗碗，我班长不得不跳下去，很困难。阮即摆洗碗就是安尼啊，80岁袂当拜，伊是较敬老尊贤，啊有诶阿嬷拢爱款的紧摕倒去互因翁食，所以世界上男人比女人好命啦，因为差不多拢是讲要款倒互因翁食。嘛无法度留来洗碗，著较细就是几个，所以洗最后嘛是一个困难存在啦所以我有当时爱甲阿校长报告讲，咱来洗落去哦，因为礼拜跟礼拜四常常是重复的人。伊讲那个摆的话，我们才洗了呢，其实就是会有困难呐。所以这是阮目前搁咧克服当中的问题过来，我伫教会遮久，我感觉就是咧做较做嘛是这几个人，就是缺少那个凝聚力跟冲刺的那个力量啊。我你们要给我举几个例子，让把你教会咧做，他就有那个冲刺，让我感受到的东西，好像笃行缺了一点点过来，我顶下要和牧师沟通过，我有当咧领心的时候，我来找伊抱怨呐。牧师讲无做，啥物做？伊讲有当时家己嘛会领心，但是想着上帝互咱家己的稳定，就促使他不得不再继续做下去了。无免啊回馈上帝对我们的爱，这是牧师长老甲我的鼓励甲来拜六头拄回头讲我是顾问，这也是毋知要顾啥物货啦所以初期我拢逐礼拜有留咧参加查经，但是最后人嘛是软弱的，因为我拜六是我的班上满的时阵，我5点下班兄弟同学8点查经，我大概搁坐伫遐坐到8点。头一个月我有做到，但是第2个月我软弱啊。但是咧查经内面我真的是有一条，伊虽然大概查无共章。但是我像迄个会长，志荣就真用心咧准备伊有讲，爱亲像火炭共款，爱扣瓦才会烧落啦。我发觉独行欠这项啦，因为我咧做校长，我其实嘛做啊足孤单的，所以我即摆已经陆续咧招呼雅珍，我一直咧讲，伊嘛真有能力嘛真有迄个 idea，搁因查某囝。多甲伊即摆2个多分为一组，对囡仔来讲，他们的教学方式是还蛮吸引人的，所以我即摆咧甲呼召唤美女，有感动无？不管是兄弟同学查经，还是各个团契，其实拢是共款爱烧瓦才会热络过来，咱其实真欣赏一个，我最近嘛有听到一个阿嬷伊伫椅仔顶困啊，就再见了。伫民族教有一个信心较好的点，我毋知恁大家有熟悉了，叫做赖美如长老。因先生是高国民律师，真早之前过身，伊伫后火车头咧开南华大饭店。因先较早就过身，因为2个拢长老，有真好的典范。比如讲，顶下毋是有地下道？后火车头甲前火车头下骹拢有地下道，足侪流浪汉的对吧？这个赖美如长老拢会传物件去互食，默默的到最后是整个地下道没有了，他才停止这个事情。伊是伫顶个月，伊93岁，所以随时拢有咧为主做工。最后嘛是一天5点，无啥物特别的白疼，就困就受主忘掉。我想这是咱咧查经的事。校长嘛有讲过，志荣嘛有讲过，上好是咱安尼真平安的时阵去见着上帝。所以牧师就讲见着的事，就是最后一面啊，就是去蒙主恩条啊。伫咱的信心的前辈内面，有人规世人拢做真好的见证，最后是安尼去互上帝调去，嘛真好。我就是陪一个阿嬷，因兜是伫隔壁的土地公庙遐，听讲。迄罗伊就熟吼，迄个李长太太嘛是安尼，前几天而已，
过年前才去做心脏的支架，那前3天本来都好好的哦，后来也是睡午觉的时候就蒙他们的佛祖宠召哈。所以是咱若有福报，才有法度安尼哈。我搁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是最近来参加建筑，伊是三轮教会的长老，本来毋知影伊是长老吼，就来参加建筑。迄天伊咧义卖迄个馒头，最好食，我就去因兜甲伊交关。原来三轮教会伊本来是伫巷弄内底，因去买一块地，听讲5000万。最近搁要起，结果物价都波涨。我讲即摆欠偌济？伊讲即摆欠5900尔，无简单。但是因即个建堂小组的小组，每一人分配一项代志，伊就负责做馒头，拼死咧卖。我讲5900要卖到当时，但是这个行为我觉得很感动啊。他就是乐于为着这个目标来努力，到尾才知影伊是长老。看起来足少年的，我嘛长老咧。伊讲，伊今年要落任啊。我讲，那他赞着。伊讲伊71岁啊，所以就不用被选了。我讲好羡慕哦，所以我这边分享是三人教的这个行为他们有个共同目标。我感觉安尼是足水的代志，所以伊做啊足辛苦的，到处去义卖，一包200块，安尼卖啊当时，可是他继续往前冲。过来，我咧准备这讲章的时候，我有看到 FB 有一篇的文章张忠谋大家拢熟悉嘛伊伫事业真成功，伊有分享一篇的文章，我感觉足赞的，我嘛有分享不落来但是内容伤济，3篇满所以我甲其中一小部分来甲大家做分享伊讲咱足熟悉。徐伟伦都大家毋知无？一个歌星，28岁走啊。张雨生大家嘛熟悉31岁走啊。刘真44岁走啊。严凯泰54岁走啊。李登辉98岁走啊。尤其最近走袂少人伊讲其实人静落来想的是。就知影讲人活咧实在无简单，明明知影讲有一天一定会走，但是那个真努力安尼咧活。伊讲人一生到底是要为着啥来努力伊讲社会真复杂，人的心看袂透，放袂落的牵挂，经历袂了的酸甜苦辣搁行袂了的坎坷，越不过的无奈，忘不掉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想袂到的明仔，最后一天毋知第一天会消失，这就是人生所以你看张忠谋遮成功的人，伊写出来嘛是真感慨的事情所以伊就讲，人生若像天气。会当有了，但是往往是出乎意料定咧报台风，敢有几届会准？咱有秀袂少届迄没有风也没有雨的台风假，这就是人生所以伊靠劝大家爱好好把握每一天的生活，好好照顾独一无二的你的身躯，这就是上好的珍惜最后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最后的教材，若无我就走去美婷街迄个进轩落去找我有拄仔看到一个信耶稣有啥物好？咱咧传福音搭咧信耶稣有啥物好？伊才有列出8个互大家做参考。伊讲信耶稣有8个好处，就是会当领受上帝特别的疼。第2个就是得到丰盛的人生，第3个是会当突破限制的，要扩张你的境界第4项就是会当甲天顶的爸来对话，第5项会当得到足侪领域的祝福，
第6项，成功解决罪的问题；第7项，心灵的深处袂阁空虚；第8项，会当远离地狱，进入天堂。当然，这是咱目标。分享最后要请问大家，你是要阁永远留咧山顶，家己享受上帝的恩典，还是爱行落来山骹，行入来人群？我想，倒很可欠的是行落来人群的人吼，因为倒很应该是一个真受祝福的教会，但是就毋知影倒位说不上来，迄个感觉说不上来，所以希望是家己的教会爱家己来救，希望搁较侪人会当踏入即个服侍的时间。好，三个阿头来祈祷。亲爱的阿爸爸，伫即个受难周，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各位主，我们学乐感谢你，因为你赢过死亡，因为你是阮性命的主，主有得胜的大贵力，互阮相信，只要有你的性命，阮就会赢过死亡的权柄。当死临到的时，阮袂阁惊吓，因为阮已经有你过活的性命。你的话语不但带领阮赢过死亡，阁带领阮赢过世上一切的苦难。阮会当靠着你来面对任何的困难。你也互阮有愿望，阁有带互阮愿望。虽然阮有面对足侪的困难甲困苦，阮无互伊拍倒，也袂绝望，因为阮知经历忍耐会互阮带来老练，也会互阮带来成熟。也求主赐互阮有一粒省察的心，教阮伫内面有软弱的时阵，会当来认罪甲悔改。特别是即个世代，每一个人拢高举家己，以家己的自我中心的年代。求主教阮会当搁较捌安怎谦卑，承认阮伫阮内面有真侪毋知的歹，互阮搁较知影爱学你饶恕甲怜悯的心。因为你的过活，互阮有愿望，阮也伫患难中欢喜来等候上帝的再显现。也求主赐互阮一粒敬虔追求你的心，也特别求你复兴阮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你传福音的一个本土。较欠的是，就一人会当下入伊的心，会当踏出教会，将你的疼传福伫阮四周围的厝边，互伊知影讲，阮是成就上帝的疼，阮也希望会用这个疼来甲伊分享。伫过活的受难周的进程，求主保守阮逐个的心，会当尊主最大，努力来服侍主你。阮来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来吟圣诗，圣诗第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咱起立来吟全首。圣诗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对主的人有幸福，那阵忧愁真快乐。到时节恶乐饮食，满心平安真得意。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条大欢喜，今朝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给主快乐。
也可堂的快乐，地主福音入我心，最为经的开声音，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调大欢喜，听调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山高，那对耶稣的脚步，为的主甲咱带路，为的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地着调大欢喜，听调主唔通放你，就的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阿门。请坐，牧师来带咱讲道。咱今日游玩会当为着咱所领受的这段圣经，来做祈祷。请苏琴会当为咱弹简单的这个背景音乐，互咱来默想。头一个，咱看到耶稣毋是带所有的学生，毋是12个学生拢带去，独独彼得、约翰、雅各。可见因对耶稣的关系，毋是只有门徒，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追求，也得到耶稣的信任。但毋望咱会当亲像因安尼有这个福气，看见主耶稣的荣光、荣耀的主、荣耀的主。咱这时用阮的心幻想，阮今仔日受难周的第3天。有真侪兄弟姊妹连续这3天，毋是为着献诗，也毋是为着服侍，就是独独要来朝见主的。我想这是得到主所欢喜，咱做伙为着咱较无主的心，同齐来祈祷。主耶稣，阮信无你，你就是阮的牧者，阮无欠缺一件。毋望阮会当亲像彼得。亲像约翰，亲像雅各，有这款的福气，被主你来重用，真做主你合用的器皿。主啊，阮需要修炼，需要调整，需要被主你的道来洗清，来修正。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亲像落切切幸无溪水一般样。较无一步搁一步跟主的脚步，主啊，阮也要上山顶，看见主你荣耀的形状，因为你本是上帝，为着拯救阮，降生成做世人，成做罪的形状，为着要救阮脱离迄个罪恶。主啊，互阮看见你的荣耀，知影你是上帝。独生的囝是上帝权能，你的面光影影，亲像日头；你的衫白，亲像日光。主啊，你显明你的疼伫阮中间，荣耀的主，我愿意你来。主，你的确就来，主，你紧紧就要到。咱这时也为着兄弟团契来祈祷。虽然兄弟团契人数无济，
总是兄弟若是和睦徛起，亲像诗篇所讲，弟兄们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阮会听超越世间朋友亲情，阮用主的听来，互这个团契有主所欢喜的合一。咱做伙来为着兄弟团契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有竞选尤志良长老担当今年的会长，互伊的心有耶稣的心最心，有牧者的心肠来眷顾每一位同工。主，阮真需要你来帮助，开启阮的目睭，容忍阮的心，互阮看见团契真实的需要。阮也真欢喜团契有一块新加入的，也是旧的客友，因拢委身拜六的聚会，读圣经，彼此相挺。愿主你大大施恩祝福，伫民财乡、国营乡、义城甚至英惠这个少年的一代，会当彼此你来兴起，互因诚做遐个团契要紧的同工独行的栋梁。咱也对今日的经文中看见，当主耶稣要受苦进前，天父上帝特别引带伊到山顶，互咱回想着耶稣洗礼的时，犹原对天顶有写讲：这个就是我的囝，我所欢喜的，我所听的。来肯定耶稣，来肯定咱的主，也并且要求这学生恁着听伊。咱只是为着家己来祈祷，这是上帝给咱的命令，咱着听趁主的话，不是只有听，着爱趁，着爱去行，去实行上帝的命令。咱只是为着家己来祈祷，互阮会当愿意真做一个顺服天父上帝，也顺服主，互主所欢喜的门道。咱做同心来祈祷。主，阮是你的羊，你是阮的牧者。主，你讲你的羊认得牧者的声，独独你是阮的生命的大牧者。阮要听你，独独听你。无听这个世界扰乱的话，无伫这虚假中间来失迷。主啊，阮帮助阮亲像看见摩西就是律法，以利亚就代表着先知上帝的代言人。主啊，总是到落尾无看到因两个，只有看见主耶稣。因为主你讲，你来就是要成全这个律法，甲先知拢总的诫命。主，你来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你来是要成全。主啊，求主你帮助阮的灵性也会当亲像这款的体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阮的心仰望实力宝贵，注神看耶稣。咱这时也为着主日学来祈祷，拄则连续长老有分享。主日学一代有无同款的条件。当老师最用心的是备班的时，检查囡仔对这个课程无兴趣，恳求圣神大大来做工，感动父母，互因对囝儿信仰有注重，互因知影牵条主的话，伫细汉的时是一生福气的一个事。咱做伙为着咱的主日学，如果你有想到某一个囡仔、某一个细囝，你就为伊提名来祈祷；也是你的囝、你的孙，咱做伙出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予阮有真好的空间。总是阮看见每一代阮有阮的困境。主啊，阮恳求你来带领施恩赐福。和咱每一个细囝是主你所宝贝，是主你所疼惜，来兴起搁较侪青年来成做主日学的同工。
愿意看见这个服侍价值，开阮的目睭，看见这个每一个细囝，拢是一粒泉石，拢是一粒珍珠。当阮甲伊磨，甲伊栽培，甲伊养饲培养，因将来要成做上帝国的精兵。主愿恳求你帮助阮的老师，拢有这款的看见，有这款的使命。为着这主里的细囝，阮也要时常想起着因，伫主的面前施恩座前提名为因祈祷，愿主你来祝福，愿主你来引带。最后耶稣引带学生，讲咱着落山，因为山骹就是世界，也有真济需要。上山是要为着落山，是要行入到世界传天国的福音。4月17就是国外节，希望阮教会有搁较侪人来参与伫传道报福音的行动，也落这福音的种子，用实际行动来祝福咱的社区。咱做伙为着4月17，咱要往社区、往公园来传福音，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亏欠福音的罪；主，阮常常只有想到家己的需要，无看见社区有真济失丧的灵魂。求你怜悯阮，也催逼阮的心，互阮知影，阮有亏欠福音的罪。都行教会爱成做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毋是空占土地。无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求主你帮助阮，互阮有这款的对上帝来的感动。圣神催逼阮的心，因为圣神就是起造教会的头。主你，互阮会当将主耶稣的听甲福音分享互人。阮会当互人上好的礼物，就是阮的主耶稣。伊会死甲搁活，愿主你会听，愿你主你的神，甲主你的话做工伫阮的生命。阮伫即个受难周，用实际的行动来引带人明捌你，来领受上帝天国的福气。阮安尼同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咱来吟上营的诗516首，这是礼拜。请咱起立来吟全首516首，这是礼拜特别线。只是礼拜的美线，来给因是汤是线，心肝想想三到尾，望后记做准会，家里所找着世字，大行交出所假是，殊龙共享要花朵，家堂望出无好，咸菜有时受艰难，吞论花可出巧歌，困求天白是昏灰，你着信心大安慰，经过试炼那艰苦，亲像黄金那回路，世间坎坷是暂时，不必天堂应福气。阿门。
愿主赐福保护恁，愿上帝阳光遍照恁，常常用慈悲款待恁。愿耶和华上帝常常看顾恁，赏赐恁平安，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灭倒。咱今暗的礼拜就到这，提醒咱明仔咱是中二区十间教会联合圣餐礼拜，伫向上教会，时间依然是暗时的8点，向上教会。拜五咱才转来倒行，依然有守圣餐，咱这2天咱做注意。